靈情私語，哥林多前書15章20至28節，復活的過程。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，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死既係因一人而來，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。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，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。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。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後在他來的時候，是那些屬基督的。災後末期到了，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、掌權的、有能的都毀滅了，就把國交與父神，因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。盡沒了所毀滅的仇敵，就是死。因為經上說，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。既說萬物都服了他，明顯那叫萬物服他的不在其內了。萬物既服了他，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，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。點樣嘅憑據先至能夠叫哥林多教會相信佢哋會復活呢？保羅指出，基督嘅復活就係憑據。基督嘅復活成咗一個活生生嘅例證，信徒必定會復活。20至23節，基督成就眾人復活。基督嘅復活係一個無可推諉嘅歷史事實，佢嘅復活都成為所有已經死去信徒初熟嘅果子。意思就係基督最先復活，意即已死嘅信徒將來都會復活。亞當嘅犯罪叫全人類陷在罪中，佢係全人類罪嘅代表。同樣，基督嘅復活叫人可以從罪中釋放出嚟，佢係復活嘅代表。死從亞當嚟，復活從基督而嚟，但復活係按住次序出現。最先復活係基督，所有屬主嘅人將來必定復活。24至28節，復活成就基督掌權。當一切信徒復活之後，就係末期嘅日子來臨，基督就嚟到作審判工作。世上一切執政掌權嘅同有能力嘅都被佢毀滅。神賦予基督作王，作萬有嘅掌權者，一切都服喺佢嘅腳下。最後就係基督將毀滅死亡，掌死權嘅就係魔鬼，佢最後被丟到無底坑，唔再有任何權勢。所以嗰啲復活咗嘅信徒就唔再有死亡，就如喺詩篇第8篇第6節早已經說明呢件事。神叫萬有都服在他腳下，呢個佢係指父神。按神嘅旨意，基督已經掌權，萬物既服咗佢，呢個佢係指基督。子都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，呢個他係指父神。呢度再一次強調，基督係按神嘅心意作事。要注意，呢度唔係話基督嘅等次比父神低，佢哋係三位一體嘅真神。不過喺救恩歷史上，基督所作嘅係謙卑自己，信服父神嘅權柄。保羅以好充分嘅理據表達人必須復活嘅重要性。復活係整個救贖過程，基督先復活，然後信嘅人跟住復活，最終基督作王掌權，作全地嘅審判者。從嗰個時候開始，人再冇死亡嘅威脅。因此，基督復活帶嚟深遠嘅屬靈意義。第一，復活叫人不留戀今生；第二，復活叫人有住永恆嘅盼望；第三，復活係信徒得勝嘅記號；第四，復活係表達神救贖計劃嘅周詳；第五，復活叫我哋充滿屬靈嘅喜樂。
親愛天父，基督嘅復活帶俾我哋無限嘅福氣。今日我哋雖然要面對死亡，但終必復活。因此，我哋係有盼望嘅人。求主叫我哋常常帶住呢個盼望嚟生活，看透苦難，活得更有意義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邊個成為咗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呢？第二，基督復活點樣使到人有盼望呢？第三，基督復活點解係我哋得勝嘅記號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